总统蔡英文官方的奶加入的人数，伫个228即天突破33万人，也过台北市长郭文摕的32万人。蔡总统表示感谢，搁来拍影片公开总统的办公室，互大家看。蔡英文头一摆公开介绍伊的办公室。我的办公室很简单，有办公桌，有公文，有我的 iPad， 后面还有地图。这段影片是蔡英文官方的奶。 支持人数超过30万以后，或者粉丝的独家影片，想不到伫228这一天，蔡英文粉丝人数超过33万，是官方排行第2名。较早28年时，伊嘛捌甲猫做伙拍片。嗨，各位网友，这个是蔡香香。其实除了蔡英文，不少政治人物拢有咱的官方口做笑话，像韩国瑜。 粉丝人数逼近50万人，柯文哲有32万人。选举后已经无利用啊，电脑出现新的口座，英文名叫做 KP2020，嘛被当作是目标总统大选，引起讨论。开始跟我一起全台交朋友。只不过看蔡英文的奶，传讯拢是已经读无回，算是单方面的无互动。韩国瑜的机器人小编，袂输是跳针共款。 一直讲同款的话，可能是加上进前丁手中的那口座小编的回答，唔若答非所问，佮设定一寡较含的回答，引起争议。小编机器人互动性嘛减少，或者个传信息的官方的那好朋友，难免会感觉无聊。